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（WHA） 19特别伫瑞士的日内瓦开会咯，咱台湾嘛是阁还未受到邀请。咱国内民间团体早起是宣布讲，因会伫会场外口来办论坛。前副总统陈建仁咯，嘛来论坛分享台湾健保30档的成果，要来推动台湾的医疗外交甲观光哦。麻烦讲会当来出席亚洲头一个邮轮健康检查的旅游。台湾2025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19就要伫瑞士日内瓦举行。虽然台湾到今也拢无受到邀请，不过民间团体参与也是无停歇。世大联合基金会13早起召开 WHA 全球卫生论坛起稿进前的记者会，宣布今年会甲国际组织合作，伫 WHA 场外举行几场论坛，议题会包括气候变迁甲对健康的影响。气候变迁啊，这个人类永续的问题，反而是会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里面还能够保存一些能量。那前副总统也就是现任的中研院院士陈建仁，嘛伫论坛分享台湾健保30年来成果，也有甲未来挑战。另外一方面，民团嘛透过推动台湾医疗外交甲观光结合，希望促成亚洲头一个会当坐游览船佚佗、挂健康检查的行程。邮轮健检从日本到台湾，那未来延伸到东南亚，也在明年延伸从美国到台湾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邮轮的一个观光医疗协会去做这样的努力。全民健康覆盖最主要目的就是说，不管这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时间、什么样的地点，他的健康呢都要得到全方位的必要的医疗照顾。民间团体强调讲，全球卫生资源当咧重新分配。加上美国宣布会伫2026年1月份退出 WHO， 而且未阁纳会费，致使 WHO 恐惊会出现财务的问题。现在是咱台湾更较应该透过民间的力量，甲国际来制约，伫多边体系当中，以有实惠、有贡献的事务策略，持续来参与全球的卫生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